曾經聽過一句説話，幸福嘅人咧就用童年嚟治癒佢嘅一生，而不幸嘅人咧就用佢嘅一生咧嚟治癒佢嘅童年。今日咧，我就會分享3種嘅教養方式咧，以及對於孩子嘅影響。第一種咧就叫做操控型教養。操控型教養咧就話父母會通過心理操控啦，或者情感勒索啦，去影響孩子嘅思想同埋行為。呢種嘅方式咧係會令到孩子感覺到混亂啦，對現實咧出現呢個扭曲嘅感覺啦。長此下來咧，孩子咧亦都會喺成年之後咧面臨一啲嘅精神問題。最典型嘅咧就會增加咗精神分裂症嘅風險啦。第二類咧就叫做高要求型嘅教養。父母咧對於孩子咧有一個非常之高嘅指標啦，或者要求啦，想孩子咧跟從佢哋嘅意思咧，並且取得卓越嘅成績嘅。呢啲嘅父母將成功咧視為孩子唯一價值嘅所在。呢啲嘅壓力咧係會增加咗孩子長大之後咧有呢個抑鬱症嘅機會嘅噃。最後一種嘅形態咧就叫做忽視型教養。咁喺呢3種嘅教養方式之中咧，忽視型嘅教養咧對孩子傷害可以話係最大。父母對於孩子嘅需求咧可以話係完全缺乏關注啦，喺情感上面嘅支持咧可以話係零啊，令到孩子咧感覺到被遺棄或者忽視。每個孩子咧都有基本嘅需求㗎，例如安全感啦、愛啦同支持啦。但可惜咧，呢啲孩子咧都得唔到滿足，所以長大之後咧，好容易咧發生或者係出現一啲叫做邊緣性人格障礙嘅情況。作為父母咧，我哋應該要好好覺察咧，同避免用呢啲嘅負面教養嘅方式，俾孩子咧多啲嘅愛同埋支持，喺成長路上面咧幫佢哋咧儲多啲嘅彈藥，去面對將來嘅挑戰。